Gloria 一直有濕疹嘅問題，亦都知道有機產品對自己敏感嘅皮膚會好一啲，但因為工作太忙，又唔想花時間親手做護膚品。喺朋友介紹之下，知道市面上邊有啲已經做好嘅手做有機護膚品，所以決定試下。其實用街出邊嗰啲產品呢，初頭用會覺得個效果好理想嘅，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呢，就個皮膚出現咗依賴性咯，咁就開始發覺唔用就好似唔得咁，我啲皮膚就變得好乾啊，甚至啲濕疹就會成日翻出嚟咁。用咗有機護膚品半年左右 ，Gloria 話皮膚已經有所改善。咁用咗之後嘅分別，我諗就係有陣時其實可能個皮膚想透透氣，唔需要搽護膚品咁就出街嘅，個皮膚都冇乜特別異樣。Louis 都係呢隻有機手做護膚品嘅常客，佢話選擇有機護膚品，除咗因為成分對人體比較好之外，亦都覺得物有所值。價錢其實佢偏平嘅，即係偏係平價嗰類嘅。就唔會話好貴咯，但係佢有效過同等價錢嘅嘢咯。隨住都市嘅污染源越嚟越多，大家可能會覺得身邊多咗人有皮膚敏感，所以市場上邊亦都有唔少嘅天然護膚品湧現。喺咁多競爭入邊，要突出自己嘅品牌，就要有賣點。Gloria 同 Louis 幫襯嘅呢個品牌就專攻有機市場。老闆 Deborah 話自己皮膚本身唔好，好了解都市人嘅需求，所以1年之前同朋友合夥經營有機護膚品生意。其實本身我好容易敏感㗎，我塊面比較薄㗎，真係。譬如出邊街飛做精面，我係做唔到嘅。咁變咗係譬如你比較揮發性嘅，我已經受唔嚟嘅。所以我就不如做啲我自己知道入邊所有成分嘅護膚品。經營初期 ，Deborah 選擇喺好多年輕人都接觸到嘅社交平台宣傳自家製嘅產品，又經常到唔同類型嘅手作市集擺檔，希望俾到更加多人認識。1年落嚟，累積咗一定嘅客戶人數，產品嘅類型亦都陸續多元化，由面部清潔去到身體除臭嘅產品都有，售價比市場上面嘅同類大品牌產品平咗足足一半。好似呢一樽100毫升嘅沐浴露，市場上面同類嘅產品要賣100幾蚊。佢哋就賣88蚊，雖然賣得平，但公司短短1年已經去到收支平衡。不過喺定價上面要取勝，喺其他方面就要慳一啲。Deborah 話由買入原材料去到製作產品都由自己親手處理，一方面可以保證產品成分全天然，同時亦都慳咗宣傳同埋上架嘅費用。好多植物我哋都會由英國或者澳洲入，因為其實佢哋會比較多出產，同埋就係通常我哋都會要求個廠方俾個有機認證，因為如果係有機嘅物料，其實佢哋有機認證可以俾到我哋係唔需要 promotion 嗰個價錢，唔需要 marketing 或者上架費，係變咗就所有嘢都真係擺晒喺個產品嘅質量上面。無論係開班授徒嘅 Rona， 抑或經營有機護膚品鋪嘅 Deborah， 究竟最想為學生同埋客人帶嚟啲點樣嘅生活理念呢？其實我哋大部分都係天然嘅 products， 就俾啲客人知道其實天然好簡單，唔一定要買到好貴，因為其實好多你天然嘅食材或者你 reach 得到嘅嘢都可以係一啲好簡單，亦都好有效用嘅護膚咯。